文心一出来唱歌的时候说，哦，他侧面好帅哦，曲老师啊。转到正面的让我看。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，那他正面帅不帅？我说正面也蛮帅的啊。那我就问你他几岁，对不对？对。几岁啊？几岁？要不要直接回答许家瑞老师？35。你有35？有。黄文心，你只要再讲话再多讲3分钟，他就拿钱出来投资你。对。真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坐在那边给我一朵玫瑰？你知道曲老师对啊，21位佳丽啊，金主啦。老师直接买100朵，我跟你讲。曲老师刚刚已经问到说，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他结婚了没？你有对象没？现在有。他有对象。有对象啊？好不好？还没结婚呐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？你结婚了？你结婚这可以讲哦。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你没有偶像包袱啊。黄文心，你们先，你们公司的人在不在啊？啊。结婚了，有小孩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还 OK 啊，还有机会啊，老师。这是作为男人应该要负责的。Selina 啊，对不起。结婚没有小孩都还有机会。没有啊，很奇怪，那什么观念？是今天你来，你是要向祖师爷挑战这几个字让你不觉得有点压力吗？会不会是你职场生涯即将就告家为祭啊？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大的如果被否定的话，对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戏可以演。已经想好退路就是了，这也不错啦。黄文心真的是个难得的年轻人，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跟所有歌坛的朋友说再见，你看看。不是啊，就是如果有来登台的同时，也就 say 拜拜。好，但是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可以得到祖师爷的认可，那我觉得会让我加分很多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是庆功宴或者是告别式，我们就一次做到底，往里程碑跟墓碑就挑战一下。所以你能这样讲，里程碑或墓碑，你能这样讲，我就放心了。反正没有的话，你还有曲老师啊，对不对？金主。这样他好。讲到那个文心的话，你刚刚玉林哥有讲嘛，几乎是 unplug， 几乎是 unplug。然后我觉得你的演唱方式是循序渐进，不插电啊。然后虽然也许你一生只有，你听嘛，也许你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女人好了，就是你的这个老婆，可是。你的声音里面让我觉得你是为你的妈妈唱，或为别的妈妈，会为别的女儿而唱，这个才是厉害的地方。而且我刚刚正陶醉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结束了，如梦一场。所以听你的歌不只是一个是崇拜，你的歌，我觉得我们是身为听者跟女性，想要冲上去要爆了。哇！我觉得是那个感觉，非常舒服，让人舒服是多困难的事，因为大部分歌手都要展现。不会啊，让舒服，我觉得认真通过，恭喜。恭喜黄文心！有请曲家瑞老师，我们颁发我们的金牌认证。老师加油，老师加油，老师加油！终于黄文心很近了，近距离，老师冲了，老师 ，Go Go Go！ 老师，哪里啊？我的花，老师要近距离接触了。花来不及，没关系。你就是一朵花了，你就给他拥抱就好了，拿送花干什么？刚刚闭着眼睛听你们两位唱。然后太享受了，对啊，然后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2个大帅哥，还好叫曲老师下来，曲老师一直以为要等到那一天才有机会送花。我们先给他戴上，先带认证金牌一面，谢谢，恭喜，玫瑰花一朵，玫瑰花是拥抱一次，亲吻2分钟，一哥生气，一哥生气。他鼻子超漂亮，他眼睛是那种眯眯耶，他鼻子多挺，然后牙齿多好看。你是来挑宠物的，还是挑女婿？我终于，你知道我来过那么多次，我今天真的看到一个你是非卖品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像出来叫你来看一只黄金猎犬呢，你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好棒的男人。好，那我应该这样问，请问你用餐完了吗？可以结束了，可以走了。你可以往那里用膳完毕。谢谢曲老师，要给。